的时候才适合的。这个树已经不太敢吃啊，这个也是。哦，对啊，它可能里面的营养变成那个菇。现在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竹笋的季节，要不然这个最好吃。这个竹笋。不是很小条吗？对啊，但是我们就是采来卖的啊。那么弄个什么呢？阿五，叫什么阿五？那个哦，对，这个是箭竹吗？不是，贵族。不是贵竹，有的比较大一点的。啊，那么叫阿五。不知道，那么卖的。Mana kasih tak kuat baik tu？不会。那个铜湾的竹枪就是用这个材料。对，它的大小一样，都很刚好。哇，好难得哦。很热难背。喂。有啊。哦，这个上面有那个日本那个什么。嗨。Ada macing lah ba, mendengok kada ngong ala ba.喂。可以的。我们做那个，这个上来的时候要带水去吧，这些。